人生有幾多個十年啊？做人最緊要活得痛快。人生有幾多個十年？呢句對白唔單止係《巾幗梟雄》入邊柴九嘅金句，仲係黎耀祥自己嘅寫照。2009年，佢憑住呢個角色喺 TVB 頒獎禮上面橫掃3大獎，成為史上第一個三料視帝，正可謂威風八面。但你哋又知唔知啊？黎耀祥喺爆紅之前，足足捱咗20年綠葉生涯，由幫梁朝偉、張曼玉做人肉報警版，到帶住個橡膠鼻扮豬八戒，佢捱咗幾多苦？吞過幾多個冇人識嘅10年，先可以由雜草捱成黃金。今日嚟傾下黎耀祥點樣由綠葉做到3屆視帝，用幾十年嘅堅守去演繹人生有幾多個10年。黎耀祥1964年出世，細個就中意演戲，中學成日參加學校話劇。可惜佢爸爸成日同佢灌輸讀好書、坐辦公室嘆冷氣嘅觀念，所以畢業之後，黎耀祥第一時間揾咗份文職。1983年，佢加入咗 TVB， 成為營業部文員。直到1985年，佢去報讀咗小太陽文娛中心嘅短期演藝訓練課程，俾當時嘅導師李添勝添哥賞識，推薦佢入 TVB 藝員訓練班。1986年畢業後正式入行，開始咗佢跑龍套嘅日子。第一部戲係《綠卡何嫁》，之後演嘅角色多數都係表哥或者阿叔呢啲小配角。咁樣嘅跑龍套生涯，黎耀祥一捱就捱咗4年，直到1990年，佢喺《人在邊緣》入邊飾演曱甴一角，佢第一次收到觀眾來信讚佢演得好，亦都從嗰陣時開始，佢終於接到一啲戲份比較多嘅配角，特別係金庸劇集，佢總共4次飾演老頑童周伯通，憑住生動嘅演繹，深受觀眾喜愛，成為佢早期嘅經典角色之一。1996年 TVB 電視劇《西遊記》播出後，攞咗全年收視冠軍。本來劇中豬八戒係由吳孟達飾演，但因檔期問題換咗黎耀祥，結果佢演得又痴情又搞笑，直接變經典。1998年，佢繼續喺《西遊記2》入面飾演豬八戒，但呢一部嘅孫悟空換咗人。原本飾演孫悟空嘅張衛健，因為片酬問題冇續約，換角事件引起好多觀眾不滿，搞到《西遊記2》嘅收視同口碑都差咗好多。雖然黎耀祥飾演豬八戒呢個角色好受歡迎，但 TVB 始終冇捧佢，冇加戲，冇提拔。有少少心灰意冷嘅黎耀祥喺98年合約到期，公司又冇挽留嘅情況下，佢離開 TVB 闖影壇。啱啱入電影圈嗰陣，佢嘅工作量都算穩定，參演過《愛你愛到殺死你》、《生化壽司陰陽路》系列等電影，加上佢喺入邊嘅出色表現，都俾觀眾留低咗深刻嘅印象。但可惜嗰陣時香港電影市道唔好，加上佢又唔係靚仔高大型，接到嘅都係小製作，甚至爛片。最慘嗰陣1個月得1日工，生活艱難。兜兜轉轉3年，佢終於諗通咗，都係電視圈啱我，起碼我仲可以有戲拍。2002年，黎耀祥重返 TVB 之後，接連拍咗《秀才遇着兵》、《老婆大人》、《楚漢驕雄》、《釋法代言人》等劇集。雖然都係演配角，但演技越嚟越受大家讚賞，甚至有人話佢比主角更搶鏡。其中《楚漢驕雄》嘅韓信一角，令佢繼《西遊記》之後再次人氣急升。2008年，佢喺《秀才愛上兵》入面演青天壯師大蟲文，七情上面嘅演技睇到觀眾拍爛手掌，亦都係憑住呢個角色，終於打破年年提名、年年食白果嘅魔咒，攞到 TVB 最佳男配角。然而真正令到黎耀祥封神嘅係2009年嘅《巾幗梟雄》，佢將草根出身嘅柴九由底層捱到做掌櫃。一句人生有幾多個10年，簡直講到入心入肺，全城爆紅。嗰年頒獎禮，黎耀祥一口氣攞咗最佳男主角、最喜愛男角色、人氣大獎3個獎，成為 TVB 史上第一個三料視帝。隨住《巾幗梟雄》大受歡迎， TVB 乘勝追擊。2010年，黎耀祥喺《巾幗梟雄之二海豪情》再次擔任男主角，飾演劉勝一角。劇入面佢鬧爆上司梁非凡嘅片段，到今時今日依然係經典。2010年頒獎典禮上，黎耀祥雖然錯失我最喜愛嘅電視男角色，但係成功衛冕最佳男主角，成為繼1998年羅嘉良後第2位連續2年攞到呢個獎項嘅藝人。佢同鄧萃雯亦都成為 TVB 史上首對憑住同一個系列劇集連續2年蟬聯最佳男女主角嘅拍檔。之後嘅日子，黎耀祥就好似開咗外掛咁，喺《法證先鋒3》入面化身人肉百科全書，專業感十足。
大太監入面嘅李蓮英打破咗固有嘅印象，演活咗一個複雜嘅總管太監。憑住呢個角色，佢第3次攞到視帝，坐穩咗 TVB 一哥嘅位置，地位同實力徹底得到肯定。就算最近呢幾年佢都冇停低。2020年拍《殺手》，56歲嘅佢操出6嚿腹肌，親自上陣拍打戲。2024年巾幗梟雄之懸崖入面演柴17，又成為新經典。有人問佢攞咗3次視帝啦，仲敢搏啊？佢話演戲係一世嘅事，我想觀眾知道，無論幾多歲，我都能夠演好每一個角色。如今已經61歲嘅黎耀祥，依然拍緊綜藝、演新劇、拍視頻。回望佢嘅演藝之路，由20年綠葉到3屆視帝，冇乜所謂嘅一夜爆紅，只有一步一腳印嘅堅持。由跑龍套到3秒視帝，黎耀祥用盡咗自己嘅10年又10年。由此佢證明咗一件事：天分未必最緊要，但係堅持同熱愛先可以撐起成個人生。